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话含你做参考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一下过去有人台湾话讲连对，解文说理。今日头一句，咱来讲农村时代真普遍，行过来看到水车，行过去看到风果，有人头壳就编一句讲：水车车水，水车水。下句，互你答讲风果高风，风高风。会有影呢？水车用途就是车水，用什么咧车水？就是用水车水。风果用途就是高风，用什么咧高风？用风咧高风。哇，国情啊！毋过即摆少年家吼，拢真罕得看到水车，看到风果，即句连对，免有法度表达你的艺术。有，咱敢若讲一个水车车水，研究一下台湾人安怎发做新名词，就真技巧咯。就是因为咧车水同时摆头前，车水的讲号做水车，若高风的讲号做风果，同款现代新产品，要早起困醒，要暗时要困落眠，咱拢爱举一项物件起来抿喙齿，抿喙齿又做啥？同时摆头前或者抿齿，倒边讲名词摆头前变做新产品的名称，讲号做起面。国情安尼有影呢？台湾人有影搞做名词呢？阁有咧，迄吼，若迄落外国酒赶转来，敢若用手全袂开的，爱摕一项器具来开烧酒。同时摆头前讲叫做开酒，若同时摆后边酒开，酒开啊呢有影呢？这就是台湾人做事一项的技术，一项的习惯性。过来，咱换讲用字来对答的，台湾人拗想拗偏。头一句典句讲叫做“楚木为茶，山山出”，有影呢？你甲看这张树啊，这就是茶。逐支山、逐粒山到底去看，“楚木为茶，山山出”。下句爱答，爱安怎答才会艺术。人伊内涵真深哦。楚木2字塔做伙顶塔的，就是茶；山山出2字山塔做伙就是出。你啊照安尼落去偏，所以人下句答一个讲：白水为泉，日日冲，安尼有影拗啦。因为白水。泉水对山内问出来，白涩涩，白塔水顶塔的，即字变做泉。啊，看到水泉水来讲，大家附和啦吼。日日就是兴旺，日日就是有法度好运道，2字日塔做伙，日日冲，解说意思，各有影真好啦。